下次不要累了啊。就这个味儿。哥，出发了吗？出发了，你得上攀岩过去。先交给老板那边小动脑组了。哥，大新我们来了。哎，师傅，哦，我那里有3亩麦子，你给我收一下嘛。几毛钱？3亩。好，碗里有好的过去吧。好，那等一会儿见。好，再见。别跑了啊！好。老哥，来，取关。但是我也吃。你也吃吗？那么小。我都忘了你。来，瓦雷斯吃吧。瓦雷斯，海尔走，咱们去买梅子，走了。我们爬谁了哥？爬什么山？这3亩土地才值的1000多。1年干活才1000多？对。这太辛苦了吧哥？那咋办？那我们以后不种地了。也不辛苦弟弟，不种地吃啥？老板多少钱？总共3毛钱，你给300块钱行了。 300，能不能便宜点？20块钱你给面子给280块钱行了。好，你帮我付一下，我等一会儿给你。好。姐，你也买面子过来了吗？对，今天刚收购完这个麦子，过来买一下。你一个人来了吗？他和你弟弟呢？他们在路上快到了。大师朋友你好，喂，没有私房吗？感谢，我是你们忠实粉丝，可不可以合个影？可以。oldu mu? 你的麦子1132公斤。哎呀，才1100多公斤呢。行了。那你是换面粉还是钱？那个500公斤给我只挣钱吧，剩下的换面粉。可以。哎，大师，我的300还给我吗？什么300？你忘了吗？刚才收割机的钱呢？哦，那个收割的是吧？行了，这给你，走了。哎，还有那这豆浪羊的钱呢？哎，那个豆浪羊不是咱们一直吃了吗？你宰了我的那个羊，爸爸一直在这生气我。行了，这个给你。行了，够了，大爷。哥，你不是说等我收完麦子，带我去城里玩，给我买衣服吗？你看这麦子的，我去年从10月份种上去到现在8个月了，
才换回来只有1000多，收割机300，他的刀王羊300，剩下就400多呢。这钱能省就省，不要乱花。走了。哎，二大爷，我们肚子也饿着呢，还没吃饭。行了，回去给你们做饭吧。走。哥，别这样嘛，天天在家里吃没意思了。哎，要不这个300还给你？不用了，大爷。花就花嘛，走吧。走吧，弟弟，进去给你买衣服。这上这个衣服太贵了。贵怎么了？我买不起。哎，不是哥。那别多想，走了，进去。哎，弟，这个裤子咋样？啊，这可以啊，哥。这挺好哥。哥，这个咋样？这个太好看了。喜欢就试试嘛。哥，这个咋样？可以啊。太帅了哎！看你要不要买一件？我不喜欢这种的。先生，这是你弟弟的衣服。哦，谢谢。欢迎下次再来。好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好好。欢迎光临，晚上好。请问你是提前预订过呢，还是现在点餐呢？你们这里最低火锅套餐多少钱？最低套餐89块钱，不带肉类，只有8种蔬菜。现在给我上一份吧。好嘞，哥。11号房间开好了。请这边。11号房间。来哥吃吧。吃吧，来大爷吃。路过的妹妹眼神有点嚣张，她看不见我的眼睛在流汗。我没有钱，我不要脸。在你辉煌的时刻，让我为你唱首歌。我的好兄弟，心里有苦，对你我说，前方大路，别唱了。哪怕是。你咋不吃哥？咋了？就是觉得哥挺没出息的。忙活1年，连猪肉都没让你们吃上。现在我去拿点肉吧。那我跟你一起去吧。哎，哥，这里不让再养。养还不行吗？真不行，这没法交代。真不行，哥，这不让带。啊！来把这个拿上。你要干啥？必须先拿上，快快。啊，可以，今天吃肉上多大的心。我也得想吃了哥。今天终于有肉吃了的心。来吃吧，今天能吃多少就吃多少。今天吃的必须过瘾哥。对。下次不要来了啊！